代理主席，面對目前嘅緊張多變、錯綜複雜嘅政治環境，香港社會正處於一個極度撕裂、對立同埋充滿矛盾嘅局面。人與人之間漸漸失去互信，失去互相尊重。如果呢個情況繼續惡化，香港真係不堪設想，令人擔心。政改可以改變香港人嘅命運，同時亦都可以改變香港嘅歷程。喺呢個大是大非嘅年代、歷史關鍵性嘅時刻，作為一個負責任、有良知嘅立法會議員，係必須要頭腦清醒，既要有獨立嘅思考能力、判斷力，亦要實事求是，去為今次嘅政改方案作出一個明智、理智而務實嘅投票決定，咁先至可以為香港嘅政制發展打出一條生路。絕對唔能夠將個人嘅政治利益凌駕於香港嘅整體利益，做出傷害國家、傷害香港嘅愚蠢、魯莽同埋自私嘅行為。代理主席，如果只係不切實際、不面對現實，咁空喊口號去爭取民主，我相信再過多10年、20年、30年，香港嘅政制發展依然係會一事無成、一敗塗地。代理主席，現時社會上支持政改方案嘅人士，普遍都認為民主必須係按社會嘅實際情況，循序漸進、一步一腳印、務實咁去發展，絕對唔能夠一步登天，亦唔應該期望可以一蹴即就。所以佢哋不斷咁忠告反對嘅人士要機不可失，要袋住先。但反對嘅人士就認為袋住先就等於袋一世，對唔住下一代。如果冇公民提名，就選擇玉石俱焚咁對抗中央，冥頑不靈就當作堅持有理。代理主席，雖然近日港澳辦主任黃光亞先生已特意出嚟澄清，袋住先等於袋一世嘅説法係一種歪曲、誤導嘅講法，但泛民議員就批評黃光亞喺度做戲，係誤導同埋出口術。總之就係逃避現實，故意唔相信中央高員嘅任何解釋同埋説話，不斷咁搬龍門去轉移市民嘅視線，拒絕去尋求共識。代理主席，事到如今，我對泛民議員已經係徹底失望。我建議政府亦都無謂枉費唇舌，司長亦都冇必要太上心，鍥而不捨、苦口婆心去呼籲、去游說、去勸告佢哋回心轉意、回頭是岸、回歸理性，因為佢哋所走嘅歪路已經越走越歪，越走越遠，已經走到懸崖邊，已經係翻唔到轉頭。佢哋已經唔懂得明辨是非、分對錯、分輕重。其實佢哋係十分之可憐、十分之可悲，但都係冇辦法。佢哋明知呢條係絕路，但就偏偏要咁樣揀，為反對而反對，為鬥爭而鬥爭，為對抗而對抗，思想極端。主席，泛民27位議員有唔同嘅背景，有唔同嘅經歷，代表唔同嘅功能組別同埋地區選民。但我真係唔明白呢一班議員點解肯以公民黨梁家傑為馬首是瞻，認佢做大佬，響應佢嘅要求，採取捆綁式嘅否決方案，毫無獨立嘅思維，甘願俾佢綁架，俾佢騎劫，做佢嘅爪牙，聽佢指揮，任佢擺佈，同中央對着幹，折騰國家，實在非常之不智。主席，公民黨梁家傑可以呃到成班泛民議員捆綁埋一齊，可以話騙術高明。可惜呢單民主大騙案、綁架案，就令到今次嘅政改方案胎死腹中，令到香港嘅民主發展沉淪倒退，令人十分之痛心。泛民議員開口講良心，埋口就講尊嚴，
如果你真係咁有良心、咁講尊嚴，就應該俾香港嘅民主發展向前走出一步，莫管係一細步。佢哋多年來一直打住爭取民主呢個招牌，食住呢口飯過日子，但到咁關鍵嘅時刻，就歪理連篇，一派胡言，拒絕民主普選嘅來臨。如果呢個唔係天下最大嘅笑話，就係世紀嘅大話。主席，泛民議員今次捆綁否決政改方案，摧毀咗香港嘅民主發展，將香港普選之路狠狠咁切斷，令到香港人嘅雙普選，即係普選行政長官同埋普選立法會夢碎，一人一票選特首，可以話係遙遙無期。主席，呢個悲劇嘅出現，唔單止令到香港嘅政制發展原地踏步，更令到全香港500萬合資格嘅登記選民，因為泛民議員嘅顛倒夢想，唔肯袋住先，而被逼要繼續陪佢哋喺民主發展路上顛沛流離。但泛民議員就依然可以繼續偽裝，話幫佢哋嘅選民爭取普選、爭取民主，再爭取多30年，甚至乎爭取一世。主席，歷史係會記載泛民議員今日嘅所作所為，時間係會證明佢哋嘅捆綁否決方案對國家、對香港造成極大嘅傷害。主席，中央政府係絕對有誠意同埋決心，依照基本法去落實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喺殖民地嘅時代，香港俾英國人統治，由邊個出任港督，香港人根本冇得選擇，冇得過問。一人一票選港督，更加係天方夜譚，冇可能嘅事情。回歸後，我哋受到基本法嘅保障，喺一國兩制下，可以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如果今次個方案可以獲得通過，仲可以由2017年起有權一人一票選特首。各位朋友，如果大家能夠冷靜、理智去分析同埋比較一下回歸前同埋回歸後嘅民主情況，就應該好感恩國家賦予我哋嘅民主權利同普選嘅機會。可惜泛民主派嘅人士就漠視基本法嘅條文，同埋罔顧社會嘅實際情況，一味只係要求要有公民提名，要求政改方案必須依佢哋口中所謂嘅國際標準去制定，否則就唔係真普選。講到底，就係想逼政府制定一個方案，可以保證佢哋有得出閘嘅去選特首，咁就係佢哋心目中所講嘅真普選。佢哋生活喺自己嘅童話世界，同現實嘅社會情況咧係完全脫節，不斷高調擺出一副如果中央唔依佢哋嘅要求，唔跟佢哋嘅標準去制定方案，佢哋就跟中央玉石俱焚，一拍兩散，大吵大鬧，佔領中環，堵塞立法會，態度囂張，呢度靠黑靠惡，用暴力脅迫政府，難道咁樣做就係追求民主嘅文明行為咩？主席，近日香港出現咗一個令人好氣憤嘅事，有啲別有用心嘅議員，竟然自編、自導、自演、自抬身價，虛構故事，捏造事實，故意發放謠言，誣衊中央用什麼3億元、1億元養佢兩世嘅錢去收買佢哋支持政改方案，用埋呢啲下三流流民嘅方法，公然挑戰中央政府，攻擊抹黑國家，損害國家嘅形象，破壞法治精神，行為係可恥卑鄙嘅。中聯辦張曉明主任指責佢哋嘅做法荒唐可笑，實在對佢哋太仁慈、太包容。社會各界人士咧，其實必須團結一致，直斥其非。如果再縱容佢哋咁樣造謠生事，社會只會係無日安寧。
主席，佢哋唔嘗試去全面深刻、正確了解同埋認識全國人大會831決定，就歇斯底里咁要求中央政府推翻呢個具有憲制法律地位嘅人大常委會決定，根本就係蠻不講理。主席，香港係國家不可分離嘅一部分。中央政府為咗全國嘅人民、國家現在以至將來嘅健康發展，係必須全力維護國家安全、主權統一、領土完整。中央係絕對唔能夠容許香港出現一個或者係幾個，甚至好多人去勾結外國勢力，對抗國家，反對一國兩制，違反基本法辦事，更加唔能夠接受香港有一個唔愛國愛港嘅人士做特首，去管治香港，去施政，根本連一絲嘅機會都係唔應該俾佢哋嘅。呢個絕對係一個天經地義、理所當然嘅事實。所以基本法就寫得好清楚，中央係有實質嘅特首任命權，大家必須理解同明白。規程問題，我喺呢度聽林大輝議員講嘅時候咧，後邊有個牌喐下喐下，我即係好辛苦睇啦。即係我想聽佢好靜心聽佢講，佢靜唔到心。可唔可以叫陳偉業放低個牌？議員請你將你嗰個牌放低啲。林大輝議員請你繼續發言。你靜心聽就唔好打亂我啦。佢中意呢個牌啊！主席，我係會全力支持政改呢個方案嘅，投贊成票。但非常之可惜，政改方案被否決，已經係成為定局。我相信經過呢一役，香港已經係元氣大傷，全香港嘅市民都係輸家。政府過去所做嘅工作，可以話係徒勞無功，付諸東流。不過，政改三人組已經係盡咗佢最大嘅努力，做足佢個本分。其實亦都無需太自責，更加唔需要辭職。主席，如果佢哋上面咧，我都唔介意擺幾圍，幫佢慰勞下佢哋嘅。主席，只可惜喺下一屆嘅特首選舉，依然又係認受性低嘅小圈子選舉。泛民嘅朋友，我想問問你哋，到底689或者789，甚至係989，究竟有咩分別？你哋今次否決呢個政改方案，究竟有咩實際嘅作用？可以得到咩呢？今次社會嘅代價實在非常之大，最慘最傷就係賠上咗民主嘅發展機會。主席，爭取普選係一條漫長嘅路。政改表決之後，我希望一切可以回歸正常，忘記過去嘅恩恩怨怨，大家可以用和平理性嘅態度，尊重法治精神，繼續去爭取民主，亦都唔需要因為今次嘅失敗而灰心，但就千祈唔好蓄意去破壞社會嘅秩序，靠惡、靠暴力、靠威逼、靠蠱惑人心去爭取民主。如果繼續執迷不悟、喪失理智，破壞中央同特區嘅互信，只會將香港推向萬劫不復嘅境地，對任何人、全香港嘅市民都係冇好處嘅。我真心希望特區政府上上下下、各黨各派、全香港嘅市民可以放下成見，放棄爭拗，告別鬥爭，停止內耗，團結一致，互惠互諒，互相包容，互相尊重，齊心攜手去發展好香港嘅經濟，改善民生，為香港嘅繁榮安定努力作出貢獻。香港人係要爭一口氣，要發揮獅子山嘅精神，全力落實一國兩制，實現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我但願雨過青天，明天會更好。主席，本人謹此陳辭。